每日經歷神，4月25日。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裡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裡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約翰福音15章5節。有啲人以為一定要不斷咁樣為神做唔同嘅事工，先能夠滿足神嘅最高標準。耶穌清楚咁樣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同佢之間應該係乜嘢關係？佢係葡萄樹，係我哋生命嘅源頭。我哋係枝子，係結果子嘅地方。當我哋得到耶穌嘅生命，我哋嘅生命自然就會結出果子啦。當我哋熱誠咁為主想結果子嘅時候，我哋可能急切咁樣專注喺事工上面，而忽略咗住喺基督裏面。然而，結果子並唔係靠住我哋忙碌嘅活動，而係因住我哋同主嘅親密關係，先至能夠成就。耶穌慎重咁樣告訴門徒，要佢哋小心檢視自己有冇遠離同神嘅親密關係。若果如此，佢哋就會發現自己唔再結有意義嘅果子啦。我哋可能為咗神嘅事工出盡全力，卻停止同神創建親密嘅關係。最終，我哋就會發現自己不過係一啲唔結果子嘅枝子而已。我哋要問自己，係咪親密咁樣住喺基督裏面呢？定係冇耐性、馬不停蹄咁樣參與好多事工活動呢？如果你同耶穌維持穩固嘅關係，結出果子乃係自然嘅結果。